大家有冇試過呢一種時刻呢？想你嘅伴侶跟你嘅諗法去做，結果嗌晒交；想啲同事配合你做嘢嘅節奏呢，結果搞到大家都唔開心。其實我哋都犯咗一個錯，成日都想控制人哋點諗。其實你唔記得咗，你最應該控制嘅咧係你自己。首先你要問下自己，你控制人嘅時候，你真係會開心咩？你逼你嘅伴侶步行中，佢反而就越敷衍你。你要你嘅朋友用你嘅方式去做嘢，嗰啲關係咧可能會越嚟越遠啊！佢都唔想睬你。其實每個人咧都係獨立嘅個體，你以為控制人哋可以帶嚟安全感，其實就啱啱相反咯。你越想控制佢，佢就越容易失控，會俾啲焦慮纏住咗。最後咧逼到自己同身邊嘅人咧都唞唔到氣。反過嚟，啲成日諗住控制人哋嘅人咧，其實根本自己就對自己冇信心，所以你控制住你嘅伴侶，你驚佢走，你控制人哋係因為你唔接受事情唔係你預期咁樣發生。人生最寶貴嘅控制權咧，從來唔喺人哋手上噶，而喺自己手上。你控制自己嘅情緒，唔好亂咁發脾氣；你控制自己嘅慾望，唔好貪得無厭；控制住自己嘅執念，唔好成日都要轉牛角尖。當你學識控制自己，你就會發現咧，其實根本就唔需要控制人哋，因為你可以好好咁自己過一生。聽我講完，有冇引起呢一啲共鳴呢？你有冇遇到過一啲你好想控制佢嘅人，或者人哋又好想控制你嘅情況呢？唔使焦慮，亦都唔使急，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去分析下呢件事啊！